容海恩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陳祖恒議員提出嘅議案同埋嚴剛議員提出嘅修正案。中小企作為香港經濟體系嘅重要支柱，佔咗本港企業總數係超過98%嘅，咁亦都係吸納咗好多私營機構就業嘅人數啦。值得一提嘅係，今日好多委員都講嘅，喺202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入邊啦，香港全球競爭力排名係上升咗2位，去到全球第3。呢個亦無疑為中小企業嘅發展係注入咗強大嘅大信心同埋動力。咁喺深化區域合作層面呢，點樣去發揮好香港為超級聯繫人嘅角色？我認為有2方面嘅，一方面呢係積極吸納內地中小企業嚟到香港拓展業務，另一方面呢就係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同埋香港企業一齊聯合走出去，共同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同埋全球市場。呢個呢唔單止係能夠促進資金資源嘅雙向流動，亦都可以實現錢要留喺中小企嘅袋，錢亦都要留喺香港嘅袋嘅良性循環。咁事實上咧，好多嘅內地企業亦都係選擇喺香港聯交所度上市啦。呢個亦都係彰顯咗香港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嘅強大吸引力，亦都係推動到人民幣國際化、探索穩定幣同埋數字貨幣嘅創新發展，奠定咗堅實嘅基礎。咁響產業升級嚟講咧，政府其實一路都做緊嘅，無論響落實新增生產力嘅發展理念入邊，亦都係透過唔同嘅產業政策，例如設立咗唔同嘅創新基金啦，亦都係比如一啲稅務嘅優惠等等，去鼓勵中小企係應用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嘅先進技術。咁與此同時咧，政府咧亦都係需要為中小企咧係提供到技術嘅支援啦、應用嘅諮詢啦、數字化轉型規劃等一站式嘅服務，令到佢哋咧可以降低企業嘅轉型成本，加速新技術嘅落地，從而咧係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提升佢哋響全球嘅競爭力。咁一國兩制同埋普通法體系咧，肯定係香港獨有嘅制度嘅優勢。咁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嘅經濟體，特區政府咧應該持續咁樣優化營商政策，加強同內地響法律嘅銜接、金融界規管等等嘅領域協調合作，着力咁樣消除跨境經營嘅困難。咁我認同咧，喺產業發展規劃之中，專業服務咧應該係列為優先發展領域。香港喺金融服務啦、法律同埋爭議解決、會計審計同埋標準認證、供應鏈管理等等咧，亦都係具備咗國際領先嘅優勢。香港咧更加需要打開新嘅門路，開發新嘅產業。一方面咧，亦都要積極探索綠色經濟、循環經濟領域，亦都要鼓勵中小企業多參與新能源研發、環保技術應用等等嘅項目。另一方面咧，亦都要把握元宇宙、量子科技等新興嘅科技發展機遇，設立專業化嘅產業園區，為相關嘅中小企業咧提供低成本嘅辦公地方、網絡設施同埋技術研發支持，亦都希望可以攞到一個新嘅經濟增長點。咁喺認證體系入邊咧，同埋產業協同發展方面咧，其實我自己亦都有作一啲研究，亦都希望政府係多考慮一啲新嘅認證體系，包括係清真嘅認證體系，作為連接一帶一路沿線伊斯蘭市場嘅重要橋梁。對於拓展香港嘅專業服務發展，包括係國際版圖意義咧，亦都係深遠嘅。咁過去5年咧，香港出口往穆斯林國家嘅年度貨值亦都係持續上升，由2020年嘅27億港元增長至到去2024年嘅54億港元，而經香港轉口去到穆斯林國家嘅年度貨值，亦都同樣由2020年嘅1788億元增長至2024年嘅2158億元嘅。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出香港清真產品同埋服務有咁嘅需求啦。未來咧，香港應該進一步統一清真認證嘅標準，加強同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嘅互認合作，並將清真認證拓展至藥品、時裝、金融產品等唔同嘅領域，打造香港成為全球清真經濟嘅樞紐中心。咁最後咧，作為進一步去發掘更多嘅商機咧，香港一定要係建立定期嘅溝通平台，推動香港企業同埋內地產業嘅精準嘅對接，特別係大灣區、一帶一路倡議同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嘅框架之下咧，深化經貿合作，充分咁樣釋放到政策嘅紅利，實現到互利互贏。主席，我支持議案，唔該。